台湾的客家菜茶戏，绝对是台湾本土所产生。因为到目前为止，全世界只有台湾的客家菜茶戏是按的表演方式，是按的唱腔，配的素材，亲无第二款按的方式。故说唔讲，佢唔係台灣本土嘅，係哪位來嘅，我哋搞唔清楚哈。故所以，佢根本亦還做得有辦法，到呢度嘅做一個表演，也就表示大家還是肯定一門嘅表演藝術。我是民國76年。成立永慶客家菜茶劇團，84年就進入國家戲劇院，提出的演出很多普世風雲。一江夜江春菜多。桑树打開，小鳥巢，避風采來，願相夾，笑出一對奇妙，定可小見好才貌，吉祥下來，雙雙富裕財運下來。也個84年進入國家戲劇院，到目前我去過也個台北的。很多兩堂院啊，國家戲劇院有10個擺咧。台中咧一個國家太劇院也去做過幾下擺。高雄咧一個魏武營同樣也做過。初體也做過。從9年前開始，一個傳統戲也有金曲獎。永慶客家菜茶劇團搭年度的一個作品，就有入圍。9年來講，除咗去年冇得到獎以外，面前的7年全部得到獎。今年還同樣有4項入圍，就等於9年全部當年就有入圍啦。而去年雖然冇得獎，也有4、5項入圍啦。也就表示，自家一個目前的菜茶戲來講，佢係有創新、有演進，也有精緻、有專業。當然，我有專業，最主要的問題係民國90年開始，一個國立台灣戲劇學院就有做一個客家戲科。也有客家戲的學內，故所對民國99年開始就有學生的畢業，學10年也可畢業。到目前為止，數目也有200-300個學生的，只不過講係咪啊200-300個學生的還有繼續對啊
做野方的头路，也就很难讲。但是据我所知，包括团方的，伊也都唔係單槍那個大學畢業，還有去讀研究所，甚至讀博士班。故所對於人哋客家語嘅傳統一個表演藝術嚟講，係有相當嘅發展，留一個人嘅一個根基啊，會更大更好勢。不過相對性嘅呢，就講我看嚟講，佢也就係咪係咪有一個市場，各位看起來傳統戲嘅留較做冇咁樣哦，較做因為有戲院，有舞台，當日就做的表演。也雖然有國家戲院哦，有各地嘅文化中心，但是你冇辦法當日做去表演哦，吼，也個對於佢也對個生活來講，會有問題哦。蔡永賢客家採茶劇團一隻團隊來講，也按多年，也因為我留政府來申請一啲補助啦，各方面等等因為政策嘅關係，故所以就提出我有買債嘅要求，故所以按多年來講，永慶客家採茶劇團做青島嘅技術，係按照所謂用本土嘅一個材料，留台灣菜天然嘅故事，來做像乜嘅羅鳳伯啊，做人客家人啊，吳棠賢啊、林贊梅啊、上面鳳葉啊，個人我就去做嘅唐少主啊，一全部做嘅台灣行人咧，一個人咧，我就未做過北部事件啊，一啲咁嘅事情。當然也按多年將要做台三線製茶，人哋講到碰風美嘢就起出，大家也真懊惱，也做到歐主戲要出國去表演。去年還要做花頓也做人哋細心口嘅各位今年又做鍾肇政先生嘅手術，中年嘅教徒，甚至禮拜我喺度韓國嘅當土嘅巡演嘅一出，很多海東奇風，也做很多海客文化，講嘅就係幸福嘅片咧，海路嘅。